วันหนึ่งก็จะกินแล้วจ้าวันหนึ่งจะกิน干了。你个拍个头顶。可以看了，想要看了这把。哀怨啊！是乱啦。炸。所以台湾的那个留下的那个东西哈、我们要把它保留下来。哦，纵使说你要看袂到，起码你这个相片看到啊，较早就是咱真卡就是安尼。哦，真卡的铁道站，不是讲铁道站，干嘛站嘛差不多安尼。哦，那大概几年代的？啊？几年代？那个年代？我给你去呗。这是种咱古早留落来吼，迄装卡真装卡迄个叫做装卡米啦。哦啊，你若像要迄个霓虹灯较水的迄个铁道站足济个啊，啊，迄个感觉咱翕起来，感觉讲，啊，迄嘛别人去，无咱就负责来去升降升个。拍摄地点在哪里？对，猪场。咱中华馆主场乡。所以老师这一张作品是大约是什么时候拍的？今年4月啊，4月出来。投入20年了哈，这20年来孕育了许多艺坛的精英嘛。那很感谢文化局这一次的邀请，让我能够有机会来设计这一次的黄溪美展的讲座。这一次的讲座是以方形的概念来设计哈。方形代表台湾各界的好友汇聚在黄溪精义啊。那整体的设计是以黑色稳健的设计，中间的台湾用拓雕的方式来呈现黄溪20这个字样啊。那黄溪的 logo 用黄金水来做点缀，呈现出黄溪的光彩尊贵，这是我这一次设计的理念。业了哈，20年来一步一脚印哈，也代表彰化黄溪美展在全国艺坛的一个地位。那今天很高兴，我们黄溪美展今年呢，总共有甄选960件呢，那有155件的佳作获得到一个佳绩哈。那今天呢，在彰化县这个美术馆呢，就全部展出所有的得奖作品，预计到11月10号。那我们今年呢，黄溪美展也非常感谢全新关系企业一个赞助哈，累积哈已经15年，奖金累积高达2000多万。那长期赞助我们哈，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全新关系企业的一个长期的支持，也代表一个义气合作最好的典范。那黄溪美展今年展出之后呢，就是会到我们宜兰县文化局这边。同时呢，会到我们西周图书馆展出哈，欢迎所有乡亲把握最佳的时机到我们彰化县美术馆这边来看展览。这次有几个得奖者？155位，你刚刚有提到，一直是在全国具有一个代表性哈，所以我们黄溪美展的得奖讲座都是由我们彰化杰出的工艺家来设计。那今年特别邀请了我们这个陶艺大师哈，我们徐宗焕老师来设计我们今年的黄溪讲座跟选新讲座。